你會唔會咧放棄咗8萬年薪去街邊賣 bagel？ 29歲嘅 Jacob Cooper 辭去 AI 公司嘅 CTO 職位，創立 PizzaBagel.NYC。今年9月，佢單月嘅收入突破咗2萬美金，仲揾翻失落已久嘅快樂。以前日日對住無止境嘅會議令到 Jacob 差啲爆煲，所以2024年佢決定攞辭，憑住細個對 Pizza Bagel 嘅熱愛，喺自家廚房研發高級版配方。Jacob 試整咗足足4萬個 Bagel 先至成功。佢賣晒啲股份，用盡積蓄去買器材。創業初期試過每日凌晨4點開工，連續做22小時，營業額由2月嘅3000蚊到夏天收支平衡，9月正式衝破2萬美金嘅大關。直至到而家，佢嘅 Pizza Bagel 喺紐約市集入邊大受歡迎，正式進軍超級市場。Jacob 就話啦，以前做 CTO 太過固執，而家識得向專家請教。佢仲話客人食完嘅笑容，嗰種成就感係幾多人工都買唔到。轉行創業，你覺得最難跨過嘅係心理關口定係資金壓力？留言同我分享，記得 follow 我，每次帶你睇一個真實嘅創業故事。